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国家发展基金以根据也要统计地位，喺1993年台湾已进入行业的果林的沙批。以这个会算出来讲，喺2020年的时间，其实全国超过85岁如果超果林的时间会多10%以上。但是2070年的时间，也得超果林的人会占25%以上，差不多27%。屏东县政府针对也为未来的趋势伊同我哋咧嗰度專家學者正研究所講，我哋按樣係去安置我哋咧一啲位超過年咧我哋咧朋友我哋咧睇人啥，嗰時已經推出嘅一啲落資人期。你今日有請到嘅，如係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處長。同時嘛，係我哋福起來嘅好朋友陳立平陳處長，就同我哋說明講，乜嘢就落資人期，而係讓我去聽書，我哋喺度設置啦，無論講我哋專業我哋睇人啥，我俾人照顧嘅等人，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陳處長落嚟現場，處長好。電視嘅主持人好明，還有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立平。處長好，頭頭我哋一開始其實我哋都講到一啲，其實我哋而家沙非地方馬上面臨到問題，都高齡化社會，好，而且唔單止係高齡化沙非，其實係一啲超高齡化沙非。嗰啲部分其實喺屏東縣，尤其喺屏東縣雖然係一啲農業嘅縣市啦，但是我哋地方嗰當然還是留喺路卡老化。好，嗰時頭頭我哋開始講。落資人期，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當晚係讓我情形下，政府屏東縣政府我哋咧旁邊來嚴重，如果開始想講，我設計啲落資人期咯。其實聽我哋驗證咧，所有考量大邊伊嘅政策是因人而本。人當然講有我哋睇人啥啦，譬如我哋幼嘅啦，譬如我哋咧有啲小朋友。不過呢種嘅年紀年紀嘅層也部分我哋較照顧到。所以我哋今日喺考量到講，睇我哋咧老年化嘅種嘅情形當中，我哋點樣做，本後生嘅可以嗰風險去做一條路本學生嘅對我哋老人家嘅種尊重。所以我哋睇明講，要加上睇我哋咧世界嘅健康嘅種嘅組織有統計到我哋更加老人化嘅部分對我哋嗰啲社會特別國家嘅種種現象，我哋來超前部署嘛，實際來落實。所以作為樂資園區，其實像我哋落資人期嘛，你等於講喺一啲生活地方，你有啲規劃一啲保護。嗰時你變成講，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在同我小解下講，像係落資人期地方，睇有樣嘅一啲實施。我哋見喺考慮到嗰度我哋咧後生嘅家庭會天天上班，要煩惱到我哋也老人家冇人照顧，我哋見睇沒有世界對面對我哋咧實質一件事情特別老人家照顧嘅問題，仲係我哋去面對啲社會問題。嗰時候睇盤點也都會期待嘅時間，我哋明講睇我哋咧昨天嘅時事昨天向意思有半明半刻，等於講好多人特別我哋行業咧記錄迄啲素材，嗰種安尼條件等包括我哋客家一種嘅聚落有嘅係特別嘅旅遊嘅行業部分一半封閉半保守，我哋咪按你所有嘅條件，更有可能結合好高嘅，特別我哋信用。特別我哋成班冇去緊要鐵道嘅種嘅情形，同呢種嘅環境對親未來，變咗大家對呢種嘅不管實質啦，老人家政府可以向下特別社區向下嚟參與。即係話你初中頭頭講法嘅話，唔等於講唔即係唔係我哋講，我簡單一些做一啲人氣，啲人氣嘛個有所謂啦，嘛個東西按你嗰個負責，唔等現到一啲更加話有人喺度實施，做一啲落資人氣一啲議題，但是。而這個有人係等於唔多介意嗰度安排，嗰度先前的一啲準備，唔可能可以講，幫一啲人同當地人合腔下啦。咁唔做入嘅人其以前係咪做過嗰度準備啊？其實我哋見喺當初是準備人期嘅時間，我哋見喺美國從荷蘭嘢嘅實質村是全部嘅做假，我意思講唔係嘢環境做假，是人比如講醫生啦、護士啦，當作睇買東西啦、貼條店嘅啦，
好啊，另外等於講睇日本人就幸福村等於講俱樂部嚇，啊啲英法嘅俱樂部安尼方式，啊聽譬如講，啊啲所有團隊副院長特別院長睇講啊，睇下啲頻道全部加用真心嚟做一件事情，有可能睇下啲佢熟悉嘅一定係啲。凡事都睇一啲環境本，大家向下來認同，來共同照顧嘛。因為也以人為本，而唔係講搶單食。而最主要講幫人哋嘅學生係要快圖講對阿公阿婆尊敬，按樣去照顧阿公阿婆，看書嘛好，講話嘛好，向下來教嘛好。啊，包括人哋嘛啲其實以前喺做天使，人哋咧也等於講人哋咧社政中心，更加有安尼意思，因為啥費嘅特別所有變化好。啊，哋有可能對以前咧店嘅啦，比如講啊，等時裝店啦，剃頭店啦，還有講金香店，還有講所有可能也都商店，對伊嘅生活技能潛規來無。啊，但按你免費起心動念，希望講啊，以現代又有嘅感情推潛規來，大家向下參與。不過睇嗰度鋪陳，包括啊，等看到奇怪樣啊，等龍門路嗬，冇看到太陽沙，春季沙，從等咧後生嘅睇嘅把講啊，等中年人睇嘅賣麵啦，嗬，特別佢雜貨店，等太陽沙睇難咯。嗰種等開始嘅哦，等打算唔怕，今日又有約嗬，其實嗰時特別有年嗰種嘅學生係強下來做一件事業。一開始也就生意呢，唔掂乜個人到實質嘅把一部分，唔過當初嘛有人講實質迄種變裝係等咧，其實變裝實質存在時間，根本本人排斥。等對什麼樣嘅教育開始，對社區嘅參與，特別親子關係嗬，對頭做起。對於我哋嘅實質嘅老人家，冇講實質啦。其實對我哋太年少來講嘅話，其實把關咧睇到按用養地步係一個最模嘅做法。因為其實關咧係按用養地步，而改革路嘅推法，嗰是最好嘅方法咯。你表現攰到也要日常嘅生活地步去表現日常嘅生活去，安尼一行安尼個亦唔會推法。但是你睇到問題就講。一樣嘅背景，日常嘅生活地步咯。日常嘅生活地步，伊可能我望到伊個路況係咪有帳號，甲伊個就隔壁嘅人係唔係可以聽書咯？從頭到初從有講過一句話講，一種人唔係騙人嘅樣，唔係講騙人係樣嘅。但是伊定啲講係，伊定啲係實質嘅是老人家，冇得講我哋係可能係超過嘅老人家。但是睇一片我哋係有啲安排嘅，嗰種一條事情。喺外國可能做過簡單，但是你見到一睇一啲本地路吧有人喺嘅地方，你做一件事情，其實真係冇人簡單。冇錯，睇到後面所講嘅亞國嘅過程嗬，明過來嗬，幾奇妙。你話講幾奇妙，比如講等習慣嗬，等文化，對於等長年錯，也幾自然嘅事情。唔過因為等成敗的夾嗬，唔簡單咧，例如等風茶一件事情。等隔壁鄰舍其實明年大政府嗬，甲幾次人啱過嘛係因為時間嘅過來，等冇安尼做已經唔簡單咧。等聽你明講按樣嘅方式本大家來參加咯，嗰種等先對等點頭，作為友善商店嗬，本大家認同。當然認同是一件事情，同時開闢嘅時間提拔冇咁多人，提拔等見用教育嘅方式，特別咪得點頭，咪歡迎家夫婦，像鄉長。村長特別鄰長，一來開會，共同來探討。當然嘛，邀請係學術界也都學生學，共下來帶大家用工作坊 workshop 方式，睇作業方式，同大家共下來探討。等會督導嘛，等大家搞會講老嘅時間用嘅，等會講咁會當對，講當對一件事情，其實當對一件事情，好少大家對大家來講唔是講嘢。也規個生命教育鋪陳，不說每個人會提出等佢有嘅東西，包括等錯嘅等嘅啦，有人講也等你貼稿嘅快錯，有魔術好騙，也等問題全部喺等工作會議當中，大家共下來討論出來。嗰就等於講，等為到要推行也會落資源去，也會我哋講一種以人為主嘅一種概念嘛嗬。等於如從我哋載體嘅社區啦，我哋咧村幹事啊、村里幹事啦，嗬，用然後提定做軌道嘅，應該講先溝通，嗬，你起碼個東西，嗬，就像頭講嘅樣。我哋喺邊有識，我社區地方有識字嘅人，我哋喺邊全部我老人家，我請人喎，冇得講，家人老人家，咁做我哋攞拿東西乜樣啊？我相信
但啥期民众一定会多问题，其实面对人的问题是，你用的心态去提点做沟通的喏。公司才也沟通金錢我哋吃一件事情啊，哋看到喺統計當中啊，佢度嘅定個老人家65歲以上啊，70歲以上嘅佢度，哋家冇看到，哋咪講咁唔怕，哋行人嘅社會文化佢注重工人過節。工人過節嘅時節是看那些呢，哋老年嘅弄龍弄死，一弄啊去啊，全部天門喺度門弄哋本來呢面嘅鬼門腳鋪嘅所在，全部門牙打開咧，等發現到其實佢度嘅阿公阿婆身後家有啲人係照顧嘅。嗰時我聽明講，等開始唔單止頭多所講嘅村里長啦，社區嘅理事長啦，學校嘅先生啦，還有等職工還有所有嘅新人嘅家長佢要約出來佢哋工作會以外，等埋要嘅就為姊妹做負責，佢下來開會，變咗講了解一定係政府嘅時節，一定心情是點樣？我哋呢面度講，剛我哋其實冇其他條件咯，包括我哋呢種meeting啦，還有我哋呢叫 mail 啦，一條所有嘅信用中心，加係幾好嘅條件，還有係後續幾條嘅證書，包括睇買菜幾條人幾條參與者甲扣下來哦，甲提出嚟講，我睇講睇買菜嘅時間，我哋可以聽出注意，某個情形嘅時間，我可以聽某個樣嘅幫忙。咁我喺公民意識特別係呢一種嘅訓練變咗大家踴躍來參與嘅。對年代講實質，講也是在當對存嘅時間，變咗後續我哋。有人講，其實我哋冇面對老一件事情，嗰時我哋呢高齡樂智也是暫時有成立的。其實唔單止聽我哋嘅鄉鎮啦，其實我哋嗰個都市裏邊打開門，裏邊錄一啲老人家嘅狀況。嗰時其實下我哋下我哋話有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個節目我哋來賓，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陳麗萍陳處長，同嚟說明講，伊係用去設計出伊啲全台灣，其實嘛係全世界第一個樂智園區嘅。從處長從問一下頭先我哋睇有已經提講，你當初為到愛設計入嘅樂智園區嘅時候，做一啲乜嘅安排，同時頭其實嘛講到一啲，我感覺到談紅了個心上呢個故事啦，你真係每一打開到，其實每啲人嘅路卡。留意啲中國嘅老人家，但是啲中國老人家真係平常，伊媽唔敢出去，因為伊攞中國，出去講鬼唔亂跌下，但是萬一佢照顧伊咯，所以都唔係要已經所以教我講，唔能當初係擁有嘅一種心情去設計入嘅樂智園區，但是樂智園區地部一種安排來講嘅話，唔係要乜個安排特別陪我哋一度體驗啥，無論幾種實質嘅體驗啥。其實以啲樂智園區來講，人呢普遍係可以用陪伴時間，可能必須係啲習慣都會幾種嘅需求以外，環境最重要。包括頭多所講嘅係啲交通嘅部分，因為係啲係啲傳統嘅嘅路嘅規劃，佢說以係啲人嘅方式，係啲傳統嘅擺喺局處，向下來開會，包括同係啲診所特別專家向下來討論呢條東西對大家來講是共融。做埋同樂智，一定要對我哋歡喜，對面對我哋老嘅一種環境，在我哋部分，有啲講我哋對我哋嘅設置也唔是咁，大家共同來照顧。佢說可能外國也看嘛，也其實一啲擺。嗰度係掛獎嘅咧。但是看我哋用看嘅方式俾大家了解講啊，其實我哋每三個可以申請，我哋呢計劃當中65歲以上都可以申請嘅。我哋那睇推薦嘅時間，他講明講，那有可能掛咯，人哋是講啊，睇下啲書掛啲書店，他講你咪講掛書店本人定係可能冇嘅問題，佢說我哋開始研發。如果我哋用看平安卡、首付卡，底部可能晶片，晶片對我哋來講又可以不管是聽我哋有蛋黃區、蛋白區，蛋黃區嘅時間只有我哋那些資產睇下我哋蛋黃區睇行嘅時間。
出蛋黄區會嗶嗶嗶嗶嗶，有時間慢會電咯，因為我哋嗰度嘅包括我哋派出所啦，特別我哋咧街區公車啦，其實我哋咧中度嘅工廠是全國第一錯嘅，嚇要睇範圍都會安尼行，本來哋咧實質在老人家可以去903嘅行，唔是等差嘅時間，我等佢叫。年那去會同講差唔多1分鐘，差多嘅時間有看到佢有聽醫生為了聽書，佢完全是一個無障礙，也經過所有路線。再來，我哋除了有友善商店以外呢，包括我哋環境，人愛行嘅，特別我哋一個長紅燈嘅時間，長紅燈我哋咪考量到幾多，我哋長紅燈因為我哋是啲合作，佢說嚴重嘅用心，我哋呢長紅燈會講法，係會講啊。係睇下這紅燈呢哦，唔好過嘅，係到到我哋呢個長燈，睇下這長燈呢哦，天天的來，因為講也是一種人的溫度，買一本所有嘅用路者，他家己講嗰種嘅伊個等於講對社會教育特別我哋環境的共同守護，除了以外，我哋嘛因為講。既然是等我哋咧樂智園區，我哋馬屯身後準備所有可能性嘅一個空間做一個整治。嗰種我哋日照中心，人哋是一個閒置嘅活動中心，我哋重新修復，變成我哋咧一個日照中心。嚇，再嚟活動中心，大家共下去參加。最主要我哋咧客家文物館，它變做一個歸創業嘅中心，唔單止是講我哋咧來樂智者可以用下去，包括我哋志工有樂智園區嘅志工專區，不過是大家討論特別疏導我哋咧我哋志工嘅訓練和專業訓練，因為一定是一個帶路者，可以用一定嘅工業式去面對蔬菜，包括一定會去我哋那個樂智車去到高速公路下，經次停嘅副片，同大家請大家飲茶，去同大家講。你可以申請也看哦，因為唔係講我哋當隊，你可以申請哦，沒啥，因為有意亦可以保護。嘛，因為我哋智慧時尚嘅方式，用 AI 來統計面對失智者嘅生活路徑，大家會看下，我哋發現有我哋啲嘢等講坐上去，不如佢吃菜潛歸了一個年代上來，佢說種種嘅所有一切，改變到環境人同環境看下。當然，包括我哋嘅生活周遭，全系服務者亦參與帶出嚟去，伊嘛可以提供什麼可以舒適。其實初中我哋咧初中安尼簡單去一團化地步吼，其實講我嗰度充電吼，一方面是講我哋咧實質我哋咧睇人啥吼，還有我哋咧志工，還有我哋照顧嘅人，其實也方面吼，等下我哋我慢慢嚟再嚟講一件事情，因為其實對於對我哋講實質老人家嚟講，話睇一個講出去，可是其實平常政府伊就想到一件事情嚟講，你講我表現到老人啥可以出去行路，然後聽伊講，伊還是可以歸到伊原本嘅生活地位，可是初中我哋咧初中順豐大也要安裝伊個槍，要安裝伊個槍地位錄伊個 IC 卡嘛，吼，即係講伊行到哪伊也要行到20米都要俾伊記錄，所以行出去個範圍嘅時間，伊都會通知，又要通知路卡人。你等於講，其實你這個路唔是講講，也要老人家，伊要走下。好，因為走那去，其實可能也要警察局啦、路卡人啦，全部都提過啊，伊行出去嘅哦，好，唔好講，還會有人講，你行啊到灣仔去，行啊到潮州去，唔讓朋友發現。可是對家路卡人來講，無論對於嗰度愛關心嘅人來講，話其實係一個幾大一個幫助。至少講，我哋還是放心伊出去，因為其實有的實質嘅老人家，伊還是可以好啊，數據可以好，伊還是想要出去行路。但是你得過強把伊唔係行啊，去叫佢把伊曲喺度某個地方，一曲沿路也唔好。冇錯。係，比如伊出去行路以後，伊可以同朋友講話，好對行伊以前習慣嘅幾條路，伊媽唔驚係，因為唔驚係以後他跟人哋聽啊。其實也真係一個關人性化嘛，係一個我講啊，嗰個善心嘅一個做法咧。其實吼，以人為本對啊方面定是看到大家彼此成長吼。對一開始大家認為講抗拒講冇來，到後上大家完全冇相同。更加睇判別通嘅時間，講係等是非，大家個願意出來，馬會同農商拿出大家分享。
最主要，我哋訓練咧唔係講，因為一天要經過我哋教育訓練，包括司機哦，司機一定蠻認同一件事情，一段時差，一段時間出入公車之前一定要疏導我哋專業嘅一種嘅教育訓練，嗰時候一定會觀察講啊。我哋讀到太人上買情形嘅時節，可能有需要幫助，包括呢，我哋呢友善商店，亦可以抖一抖燈幫大家坐，嗰時我哋有貼心意，好，或者歡迎拿出來抖燈嚟幫大家坐，感覺老人家需要照顧嘅時節，係來哪樣來幫助，所以有個條件，我哋認為講一定共享共好。共融嘅社會，同我哋以前合作年代年輕味嘅前輩來。係，因為初中我哋也點吼，我想到以前有啲朋友講過一句話講，那樣幫老人家行出去啊，好簡單，每一個人嘅點嘅地方就幫佢動燈咧。因為老人家其實一路真正行到某一度鋪，可能都腳都斷咗咧。我哋見解俾我哋咧去了，全部幫人接。伊哋你要嘈奶，所以以前我哋可能冇標記撞燈咧，後半嘈掉，冇客人你上頭都初中有講到嘅，客人認為封查，而家咧要跟封查咯，講講實際但係唔會有過意，嗰時變成講慢慢嘅社會入文明以後，其實人情味都越嚟越少嘅。但是頭講嘅一件事，就等於講，我哋把我哋以前嘅嗰種人情味拿出來，因為以前老人家行到幾步路，有一點點嚟被嘈。好，有啲差別好食，伊可能都可以，都可以行到50-60步，去留啲另外一種，就變成個而家生活方面越來越太時間，一路冇講免疫力強個體嘅。係，冇錯，因為缺一件事情是一種心理上無法突然打開來，而家一行出來，對啲社會特別係等健康嘅一種成本社會成本全部係降大，因為伊冇可能按你減退化，等人點點坐體碰到免疫中天時嘅時節，無形之中減退化，嗰種係等本要按你不管等年紀太nhỏ，要行出來伴他個有朋友，要冇熟目，對一件事情係等見同他個先討，包括對我等即將面對老一的年齡層的人，我哋嘛啲講，其實一般我哋即個係成百，其實講起來唔係講為人家，我哋睇人咋準備，對我哋即個講嘛係比我哋一般準備。等於講，伊啲錄製人佢唔單止講係為到人家是要老人家，其實同時嘛對可能會開始變老人家。冇錯。開始準備一件事情。係啊，其實頭都冇講到我哋呢條事宜嘛，其實當初時人他教我咪講，我頭前冇本人用我都擺幫我哋當到，嗰時免得人家同花盆拿出來，好想我哋他講，我哋呢個廁所有冇喺本老人家有啲幫佢哋燈咧，亦可以坐，對面家家夫婦家好嘅啊。講實在，人家他講願意，同我都擺全部家撤退，我天體別個行係講行係度嘅，幾路家佢好行，所以我哋路冇變法，馬北嘅我哋呢所謂的自專區嘅行走道路嘛用我哋行人專區，最主要我哋看到幾種法是心肝嘅法，幾種嘅良善之心，他講願意嚟向下接觸，大家共同守護。等你一定唔會講，全都靠唔會錯嘅等你拿出來，因為他講實在幾種榮耀感，因為社會看到嘅，譬如演示嘛，都嚟參觀，睇包括睇外國我哋嘅學術專家睇外國發表事件，其實對佢嘅我哋嘅昨天啦，其實我哋台灣本他家看到我哋台灣對年輕嘅友善。伊啲用人為本嘅錄製人氣，雖然也實際嘅時間當初嘅想法幾好，但是其實做方嚟其實冇簡單。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咯。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嘅來賓，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處長陳立平陳組長，同我哋講，伊哋錄製人嘅地方有乜嘅鬼特殊嘅一啲設計。其實我偷偷聽人嚟講嘅時間，我感覺到講，其實真是我哋每一個有安尼嘅理念啦，譬如講伊啲村咧，我哋講幸福村。但是其實講嚴上嘅講，其實一村咧全部嘛係設計出來嘅。
好，包括伊哋開店嘅人，好忙嘅，全部都係安排好嘅。但是你也唔係安排好嘅，唔係溝通好嘅。因為幾多會本來係地波嘅工作人員，好，喺咧睇幾片咧，我哋講當本來嘅一啲商店，好，還有我哋職工朋友，佢全部都係人慢慢地去溝通出來，然後提供伊哋做乜個事情，伊哋可能會面對乜個問題，好，然後比如話等咧睇人啥，好，網絡識字睇人啥，伊哋真係佢是真行出來嘅時間，伊哋係最冇去準備嘅啦，但是外面嘅人全部準備好嘅。好，表演人可以吃洋吃菜，提個食飯。從按你嘅人氣來講話，應該就從到初中講嘅，伊可能喺台灣睇嘅，伊嘛可能喺全世界睇嘅。佢從按你經驗，應該我講本外面人談時，伊同我講，可能做得到嚇。也部分嗬，其實我哋萬意講啊，做得到冇？其實嗰種嘅目標幾明顯。頭多所講嘅，包括正業啦，老香港之間。780聊聊天嘛出來，佢香港咯，伊屯可以傾下來重點。其實包括幾多年代做時裝嘅家出來，你咪講，因為一定有故事，他家屯嘅生活、嘅村莊、嘅種嘅裝頭，錄到人去參觀。咁講，因為所有嘅就全部良善，包括喺啲環境當中，希望定講每個人喺正常嘅生活當中。可以帶些人去了，佢從我哋做嘅公共事業區，公共事業區唔係講本身嘢夠哦，包括講坐輪椅啦，嘛可以屯嘅輪椅送上去，順利啦，拉冇可以睇嘅屯送，佢從完成我哋講我冇佔用眼咧，佢一樣其實以呈現的一個安全，啱講我哋安全唔係講守護到講完全本，他講因為講嘅環境是嗰啲成分咧，包括我哋睡覺嘅，檢舉唔係檢舉我哋。經過幾多討論，專家團隊講，喺完全對等保護啊，係一定冇嗰種判斷能力。佢說或許係等是家庭冇檢舉嘅，我哋嘛希望講在健康產業方面可以一批做服務，佢說在整個系統上做一個大改變。當然提高有部分我感謝除了我哋呢實施國小特別幼兒園以外，我哋呢各種部分有啲繼續教育用喺服侍老人家，對我哋阿公阿婆用嘅照顧，有專業嘅模擬場所，包括按照利用借力使力同我哋呢照護者，被照護者，安尼推安尼綁起來，喺他受保護嘅情況之下，伊本身有辦法去做療護跟護員的一種情況，搞原模擬中心，所有的種種，其實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示範場域。我哋嗰份去講喺參加嘅當中，所有宗教已經冇分，你我彼此安尼，大家傾下個探討嘅講，我哋用嘅本大家睇安適，亦哋講安居樂業安尼環境，本大家傾下來共融，而且生活自在。他們嚟講係向我生理一啲，如果有睇人啥品種樣面啊，我感覺到幾驕傲嘛，幾傾向啦。但是啊，上門嚟講，從安好嘅度，伊都知道嘅吧？其他我認識冇其他國家，有來講取經嘅冇。其實有我哋睇討論多少兩百年嘅時間。類似比如講，嗰時節咪話疫情嘛，同埋 COVID-19 嘛，佢說新加坡啦、香港啦、紐西蘭、德國有好多嘅國家，有先有 CVA 啊，哋學者來參觀過後，每叫我哋為服務嗬，有 plan 一啲國際嘅研討會，我記得有19個國家，特別國內嘅啊，哋學者向下來參加，有幾千人。因為講學術嘅研討是一定係喺論述當中。一定講啊，嗰時候看到一啲產品，可以實際上看到論文體制，特別唔會影響到我哋現代生活咧，又可以潛規到我哋金錢我哋生命中嘅幾種基礎。安尼環境特別安尼條件，睇我哋呢平常人實施約做天呢實施，嗰時候安尼看待，對人嚟講唔單止是溝通，嘛睇學術嘅，特別對我哋呢社會嘅成本，包括我哋療護。未來醫療成本，按照本他講，安居樂業，等於說面對老人看事情唔會去講，所有種種，我個感謝所有人參加，特別社會他個共同嘅認同。其實包括睇交通，人頭都有講到，除了我哋客運喺行總頭以外，包括我哋台鐵，嘛共同嘅參與。
一定产品是乜嘅呢？包括係等下推派嘅時節，而一個友善空間、無障礙空間，它係是輕用型嘅設置，佢拿出來嘅鐵嘅一定買個太放同嘅鐵機拿起來，因為要幫他家睇安全又有防禦性及自覺性嘅環境，安適生活。我覺得其實有種東西吼，也要我能講落子的人氣，其實伊唔單止係一個軟體的一個設置，吼硬體其實唔得嘛就想得幾清楚的。但是天然我都想我講，佢除了設施以外，屏東人唔得話我睇天然，因為我在喺屏，我這個喺尼泊爾，因為喺設施，佢有可能除了設施以外，唔得我有對比來講嘅話，唔得我有天然的落子人氣嘛。有問題問到佢好，其實我哋睇做也實驗性計劃嗬，也睇老總睇嘅時間，佢當然研究去參觀，如果你會坐公車坐去設施去老了。有時候問到講，咁像我哋設施有下其他總頭有冇？公司車我哋讀到養分，讀到幾好機會，養分因為我哋公婆金錢嗬嚟如果人留下來幫我哋安好嘅環境，辦封閉和辦開放嘅方式，幫大家睇安全嘅環境可以用下來照顧最主要讀到喺實施當中有我哋科技智慧可以嚟守護大家嘅行動，特別可以登錄我哋嘅大數據。因為亞種嘅條件，本來我哋更加所做要向我哋嘅 demo， 也係 demo 成功嘅當然，我哋嘛希望其他早期也好，其他總頭鄉鎮佢可以嚟做實施。因為嚴重講，我們把基礎打好了，而再向前一步，絕對冇問題。嗰種其實講，坦白嚟講嘅話，其實因為講唔係講每一個人都有條件去喺安陽村，好，比如講咧，有一個安陽中心，但是唔係講每一個人都有條件，一張2萬元，好，喺個安陽村，因為幾多人來講嘅話，伊話有啲老屋卡，我有人裝，幾多阿公阿婆全部都裝屋，好，但是呢個裝屋我哋本代如果本人照顧嘅條件。不是有問題持續一直每一個安養中心可以去解決的，但是對你今日來受解嘅為我哋落子人氣來講嘅話，其實我真係感覺到講，有可能喺你來我哋再替老化一啲改好嘅一啲呢啲，係聽見都講，我真係感覺到講，其實唔同一片落子人氣地位對我哋講我哋年輕人嘅一種教育，等於講把我哋生命教育一件事情透過落子人氣傳下去，用他個人講，其實老化係一件事情，老化唔是講，我哋更加過講老化係意味講，我哋看到更加我哋對老人家，害怕我哋都變成我哋老人家。但是咁樣講，我哋更加面臨講，我哋更加我哋對老人家喎，我哋老時就還是佢最行喎，因為個人強要去照顧我哋咯，我哋會講老。係啊，教朋友最主要係等心理習慣都係已經建立嘅嗰種嘅自我尊嚴嘅一種嘅，我哋用嚟做，我哋後頭接到人用嚟做，有時對嗰次人呢，再來嗰個環境當中，其實我哋頭都有講到講講去上班啦，一樣咯，其實我哋嘅人氣更加已經變咗安尼日拖，我哋可以同聽人講，因為慢慢地嗰環境一定。嗰次人有冇感覺幫你翹起來安尼？有朋友嘅時節，可以同我哋聽人茶低幾落了，我哋嘛可以變咗講嗰年代石頭南無店啦、便利店啦，其他全部從入尾嘅情形又開始活絡嘅，因為一定感覺講，其實一定得到幾多，得到唔係講環境的一種嘅建設以外，一定得到。不管怎樣嘅，一定的實施金錢嗰種講法講啥潛規來，一定勝利嘛。感覺講人代是按多年都有件事情是接受嘅，一定唔會再講咁講規範些，也落子人氣對人嚟講是一種威脅。我哋睇以前嘅時候，因為他個人設啦，甲標零三全部設，可是其實甲標零三突然來嘛個人。我哋會提過，嗰種唔係甲標03年嘅，嗰種其實就唔係講強出嚟嗰條人。其實你可能因為啥起，因為存在，他人講乜嘢咯？有人都冇乜嘢拉呀。嗰種其實嗰種要發現入來嘅話，其實都冇簡單。但是更加嘅因為我哋可能改甲標03根本都唔識。嗰種來一啲佢上課咧，如果唔熟悉人嘅世界。唔可能嘛唔介意滿意，但是像睇安尼一啲實際地方，因為他個人可能落地，也可能有喺買個老人家喎，買個喺阿伯喺下喎，嗰種叫做而見面嘢可能係日拖嘅，
有啲人攞到嘢碌卡地位，結果表你講，嗰日係乜人咯？什麼？沒可能因為沒人啦，可能又沒人來呀。就等於講，其實人對人係一種感情過沒意思的事情，變成我哋以前過講問題講老人家做冇睇碌卡，仲冇因為講人頭，係，啲問題嘛其實咪解決。其實嗬，咁我冇錯，一樣向嘅面嗬是一層嚟接觸到你，像頭所講嘅，當然你唔敢吹，全部係總務嘛嗬。唔過，因啲我哋也有資源去大家工作坊嚟討論，特別大家共同嚟做一置業嘅方式，大家更加嘅標定曬嘅佢數嘅，公司差一點停產係冇問題嘅。以前我哋講點頭前本人停產，如果我輕輕講冇同人停產嘛，更加冇相同，更加你買定嘅事實上頭，大家佢火咯。其實呈現呢哋講共同成長。看到的是人情的溫暖，特別我哋對社會共有的呀共同照顧的認同。其實一開始可能我哋是愛照顧我哋老人家，但是最尾得到最好嘅團結咧係我哋自家。冇錯。我哋以前去美國去做演講嘅時節，聽到伊個故事，講其實有啲華僑，伊度愛照顧伊媽媽，把伊媽媽對台南帶去我哋咧芝加哥，好，去芝加哥地方，伊自家喺自家人嘅地方種了一啲。退入嘅台南供養嘅檳榔樹，供養嘅一啲田嘅，呢度俾我媽媽看出些事情，如果想到講呢種係以前係萬事一樣嘅，但是而家睇台灣唔是，因為我哋落咗人氣，你可以睇下人氣地步，佢安心嘅採體落花。咁樣我感謝陳處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哋講按照落咗人氣嘅故事。佢度請後面幫我哋記啲嚟分享，分享大家有閒兩個人咧昨天時事落咗人氣嚟聊聊哦。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線上來運動一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單元呢。今日聖樂父先生帶定我來邊，我來同大家好好來運動嘅哦。首先我哋全身來運動，手邊好，腳邊好，開始哦。慢慢地上來，再慢慢落來。再上來，再擺哦，上來，再擺哦，上來，地上嘅好，手打開來，向前面轉圓圈。穩住肩頭，不用強鬆，左是下，前面是下哦，後面就是下，1、2、3、4、5、6、7、8。9、10，再來腰骨轉緊，轉到後面看後面哦，在前面，再一擺轉到後面，再一擺轉到後面，轉後面，腳打開來。腳打開來，手邊好來，圓圓肩頭放鬆來，運動那唔會挫傷哦，不用彎腳，再彎腳，SAG 哦，彎腳來。邊彎腳，
哦，再来我哋行路，这下1、2、3、4、5、6、7、8、9、10，慢慢地行哦，再100。1、2、3、4、5、6、7、8、9、10，再100哦。1、2、3、4、5、6、7、8、9、10。哦，同我哋全身不用轻松。繼續，我哋睇下啲去明天嚟做好高嘅運動哦，大朋友、小朋友。首先，我哋來做我哋慢些高嘅手同手扛下來，腳搭起來手柄嘅奶，小朋友嘅手都提奶哦。來開始，轉眼拳，當空。挨下，再慢慢地行上來，前面，後面，再後面哦，再100，打開來，就喺數碼打開來，打開，變落來轉。再100，打開來，變落來，手變好，要慢慢，係咧，我哋用手同頭拿，頭拿揚上來，慢慢地，手打開來，唔怕，當空，挨下。當空，再行過來，移過來，像釣魚一樣相當嘅好，再來數兩點數，看慢人最大力1、2、3，鬆，用力鬆哦，冇力，bien。1、2、3，樣嘅相當嘅好，再100，腳邊好來，打開來，用力鬆1、2、3，鬆，爸爸樣嘅相當嘅好，再100哦，1比1的哦，腳打開來，bien，有力咯，用力鬆。送爸爸比這位，根本呢啲樣嘅喺我哋邊，相當嘅好。繼續我哋去明天，都是嚟做運動，嗰度國語我哋都慢些教嘅，用手呢跳來跳去，目線跳來跳去。首先我哋爸爸嚟做示範，嚟一片。看爸爸跳，用腳跳哦，我哋也咪用兩隻腳跳，腳打開來，跳慢慢地跳，數些樣點冇打開來就是得了用隻腳，快跳，轉過來，再跳過來哦，兩腳嘅力量，慢慢地跳，安全地，慢身呢，慢小朋友跳，小朋友數安尼確定，準備哦，1、2、3，身體打過來，身體高高衝，身體高高，無論你打過來嘛是得，跳。跳到腦背來，慢身，再來，再跳一遍哦，腳快快哦，慢慢地跳，安全啲咯，
完成呢，请好，再来，我哋一般腳打開來合定，打開來合定，開合跳。注意，他們表演身體有是前面，我哋打正來，莫安尼慢慢危險哈。看爸爸跳哦，注意，準備哦，開始，合放起來，打開來，合放來，打開來，合放來，安尼都完成呢。再來一擺練習哈，也嚟都係練運動，安尼要幫到海，我哋身體有反應，安尼都唔會錯爽。再來一擺哦，打開來，合放起來。打開來，合放來，打開來，合放來，安尼都安全完成呢。要麼請我哋小朋友表演來做示範，數變好來，打開來，合定，打開來，合定，完成，慢慢來哦，準備好了冇？1、2、3，開始。成功。打下我哋加速嘅運動哦，睇下我哋數腳輕重要，有時下腳冇力，數嘛係要用力，所以打下我哋示範都係腳數。喺當空跳，要麼你喺當空跳過去，準備好勢，我哋跳一擺過去，再跳過來，變係美式咯。準備好嘅都開始數打開來，開始，練，安尼向下來，簡單做，再一擺哦，打開來。我哋睇運動跳嘅時間我嘅重心要冇穩，所以冇做要看體內，要看體內，那安全，可以合跳。你人準備，第下1、2、3，咱開始啊！準備1、2、3，開始。再一擺跳過來哦，相同嘅打開來，準備好了1、2、3，跳。相同的表演那你看看，短短的10分鐘，我哋都流汗，小朋友嘛做真歡喜。今日好好運動，大人同小人呢，向下睇海面天練習用腳的力量。我哋睇不下老人家嘛訓用哦，一腳一個注意哦，迄種無力掹到一下，注意保護自家。所以我哋用跳，即老人家先慢慢地用行的我哋用一開打開來，合放來，安尼跳的動作，訓練我哋腳的力量。今日好好運動，我哋下次見面哦。